這裏介紹一下安博盒子12代開箱和怎樣第一次設置盒子。第一件事，把盒子背面的序列號記下，最好把盒子放存好，以後需要就肯定揾到。盒子裏面有電視盒、遙控器、HDMI 線和電源。把 HDMI 線一邊接電視盒，另一邊接電視。記住在電視接上是幾號 HDMI 口。拿出電視口，把電源插上，在電視機遙控器選擇對應的 HDMI 口，電視盒子會啟動。看到這個畫面，把全新電池放入遙控器。注意，這時候遙控器不要指向電視盒，在遙控器上按一下 OK 鍵，等幾秒再按遙控器。在遙控器每按一下就看到藍色燈，藍色燈表示遙控器成功以藍牙連接電視盒。現在用遙控器選擇電視盒的國家語言。現在選擇家裏 WiFi 網絡名字，並輸入密碼連接上。用遙控器選擇畫面鍵盤右下，按一下這個箭嘴鍵，去下一步。再去右下，畫面上這個鍵，去下一步。現在 WiFi 已經連接成功。現在去應用市場，按一下打開，按同意。等應用市場安裝後，按一下打開，安裝所有 UP 官方應用。梅草是成人內容，需要的可以安裝。還有 YouTube 其他詞些覺得需要，以後可以安裝。現在在遙控器按退出鍵，退出到主頁，安裝精彩視頻，打開。所有 UP App 和主要 App 都在這裏可以找到。在右邊的更多應用，有系統和其他 App。現在用遙控器去畫面下方按一下設置，選擇最後一個編號設置，選擇日期與時間，選擇你地區，退出，首次盒子設置就完成啦。如果安裝遇上問題，可以聯繫我們。